試咪試咪試咪好多謝大家嚟臨啦。咁好榮幸可以參加學師杯，而喺希望以下落嚟比賽能夠非常之精彩，唔使浪費我哋成隊人嘅努力啦，亦都不負大家嘅所望啦。多謝各位。跟住係大風。試咪，客套説話就唔係好識講嘅，咁就不過都要好感謝咁多位嚟到呢度啦，同時亦都係我哋學校亦都好榮幸能夠嚟到呢一度參與呢一次嘅辯論比賽啦。咁無論今日嘅結果係點，我哋學校我亦都相信我哋嘅有方同學啦，今日亦都會盡全力為大家打一場好嘅辯論比賽，大家欣賞嘅。就希望會高呼咁多位嘅所望，我就唔講咁多先啦，欣賞比賽嘅好啲。請問對賽雙方對比賽規則有冇疑問？主席，讀賽制一，讀賽制一，讀主席好啊。冇嘢啫。而家宣讀比賽規則。今日嘅比賽將會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可使用外語。辯論隊員不得作人身攻擊或粗言穢語。若出現此情況，主席將有權終止該辯論員發言。比賽進行期間，所有觀賽者應盡量保持肅靜及嚴守秩序。如有違反，主席有權命令其離開此比賽場地，以免妨礙比賽之進行。今日嘅比賽採用4-3-3-4賽制，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副辯法定發言時間為3分鐘，雙方結辯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喺正反雙方結辯前，將有2分鐘時間給予雙方結辯準備。比賽開始時，先由正方主辯發言，其後由反方主辯發言，再到正方第一副辯發言。如此類推，直到反方第2副辯發言完畢，隨即進入台上問答環節以及自由辯論環節。賽規將於該環節宣佈。台上各辯論員須於發言前先向主席示意，計時員將會鳴鐘及計時。計時員須於在鳴鐘後才發言。各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示意辯論員盡快結束其演辭。扣分制如下：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即第16秒開始，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該隊即被扣分。扣分制如下。法定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5秒將扣減5分。第一個5秒將扣減5分，第二個5秒將扣減10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以內5秒計算，所扣分數總和將會係該辯論員所被扣除嘅分數。各台上辯論員於比賽進行時，不得與台下觀眾有任何聯絡或交流。若出現此情況，主席將予以制止。警告後再犯者之參賽學校資格將被取消。請問雙方有冇問題？係。而家比賽開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請先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有不台，在座各位大家好，可謂
生有所養，死有所葬。政府係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基本嘅民生需要，對於提供基本嘅教育、住屋、醫療以及殮葬服務，政府係責無旁貸㗎。無奈嘅係香港地少人多，骨灰龕位長期供不應求。喺需求方面，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及長總嘅資料顯示，每年嘅死亡數字約有4萬多宗，當中超過90%人士係選擇火葬。例如09年嘅火葬數字就係有40134宗。此外，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嘅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顯示，2041年65歲或以上嘅人口比例較11年上升咗17個百分點，即係大約260萬人。由此可見，未來嘅骨灰龕位嘅需求會持續上升。至於供應方面，現時全港共有118間嘅骨灰龕場，當中符合土地契約及法定城市規劃嘅私營龕場就只有23間，其中總共提供咗44萬個龕位。至於食環署轄下嘅公營骨灰龕場就有8間，總共只係建造咗16.8萬個公眾骨灰龕位。而每年更加只係約有3萬個可以重用嘅龕位提供俾輪候人士申請，可見骨灰龕位嚴重不足，結果帶來以下2大問題。第一，公營龕位輪候時間延長。根據殯儀業商會嘅統計，現時輪候政府嘅骨灰龕位申請已經係累積達6萬宗。市民選擇政府嘅龕位需要抽籤輪候，往往等候嘅時間最少要2年至5年不等。第二，私營龕位價格高昂。根據郵政處嘅資料顯示，喺過去嘅10年間，每年平均有大約4萬宗嘅火葬。而骨灰安放喺公營骨灰龕位入面，即係佔當中僅嘅14%個巴仙。而同埋非牟利嘅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嘅骨灰龕在內，只係共佔40%，而另外嘅60%骨灰就要安置喺私營嘅骨灰龕場。由於本港嘅龕位買少見少，所以年年升值，價格持續高企。就以私營嘅龕場龍山寺為例，單人嘅龕場嘅價格由73000至到89萬不等，一般嘅市民又點可以負擔咁昂貴嘅價格呢？因此，我方今日倡議按照社區共同承擔嘅原則，以社區整體利益出發，喺18區各區增設呢個公營骨灰龕場，照顧各區嘅需求。方案詳細節如下：在各區選取一啲工業大廈或者廢置嘅土地，興建公營骨灰龕場。按照現時嘅公營骨灰龕場運作模式嚟營運，事實上為咗解決骨灰龕位緊張嘅問題，港府已經擴建多個公營嘅骨灰龕場，亦都物色咗24個初步選址用作發展骨灰龕場嘅地方，例如柴灣嘅歌連臣角道、葵青嘅葵涌文化龍頭寺等等，估計12年至16年5年間就可以提供咗12萬個新嘅龕位。總括而言，政府係有責任為市民提供殮葬服務㗎，而現時嘅骨灰龕位有急切性同必要性，因此政府係絕對有需要喺18區嘅起得公營骨灰龕場。事實上，其實現時全港18區都係有呢個私營骨灰龕場㗎，可見喺各區興建骨灰龕場並唔係乜嘢新鮮事。最後想問有關同學啦，認唔認為現時骨灰龕位有供不應求嘅問題呢？認為18區有邊一區係唔可以起骨灰龕場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0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係繼承指示。有個同學先第一個問咗我哋一個問題，佢問你18區入邊18區邊一區可以起骨灰龕場？咁我調翻轉嚟想問，今日有啲乜嘢必要令到我哋一定要喺18區區區都起晒骨灰龕場咧？主席，你會
有封行在各位，今日有封行其實一開始已經承諾今日今日咧需求真係好大啦，今日我哋真係要幫我哋一啲我哋幫啲死咗嘅人揾翻個安置嘅地方。當然我方今日絕對認同㗎，但係咪意味住18區都要起咧？咁我方就不苟同啦。其實我方今日有一個比較唔同嘅提議，更加好嘅方案，就係興建一沙嶺興建一個全國之大嘅骨灰龕場。今日其實我想先講一講，如果有可能我想真係論證呢個議題，首先要同我方論證喺18區興建骨灰龕場係咪能夠平衡到骨灰嘅供應、市民嘅健康同埋社會嘅發展？我方今日既然喺沙嶺墳場興建，既然喺沙嶺墳場興建骨灰龕場，當然有我哋嘅理由啦。2011年立法會議員梁美鳳提出喺空置用地入邊興建大型骨灰龕場，同時規劃署助理署長黃偉文都表示喺沙嶺墳場入邊係好大量土地，根本未能物盡其用。其後北區區議員劉國勳更加表示喺沙嶺墳場正就係合適興建大型骨灰龕場。根據規劃署資料顯示，沙嶺墳場佔地91公頃，空置土地達到50公頃，即係足足50個標準足球場嘅大細。今日我方正就係憑喺沙嶺墳場入邊興建大型骨灰龕場解決問題。目前全港正有所講有8間公營骨灰龕場，但係佢所提供嘅龕位早就已經飽和，而未來對骨灰龕位嘅需求總共有50萬。我方今日嘅建議正提供50萬個龕位俾一啲市民，滿足咗市民嘅需求。相反，有方同學嘅方案，佢哋有冇講到呢樣？係咪真係滿足咗市民嘅需求呢？顯然冇㗎。今日喺供應上面嚟講，高下立見。第二，我方今日發現喺18區各興建骨灰龕場有3大弊處。第一係對香港整體嘅未來發展造成一個負面嘅影響。根據規劃署資料顯示，大部分18區嘅骨灰龕場選址原來都有潛質去興建醫院、運動場等嘅社會建設㗎。深水港徑同埋新潭路就係一個例子。至於喺迷埔路入邊興建骨灰龕場，更加會導致當地嘅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縱觀18區，如果18區興建骨灰龕場都會破壞到當地嘅生態環境同埋社區建設，繼而妨礙咗香港嘅整體發展，破壞咗香港嘅未來。喺咁嘅情況下，今日我哋真係要咁做咧？同時，第二個弊處係生理方面。今日喺18區興建骨灰龕場，會對市民嘅身體造成眾多嘅問題同埋疾病。根據消委會嘅報告指出，市面上出售嘅香燭都有甲醛、苯、丁二烯等等嘅致癌物質，令人嘅致癌都會足足增加成1成。而理工大學對於買製用香燭嘅調查更加顯示，市面上出售嘅香燭有高濃度嘅一氧化碳，吸入者少則係氣管嘅疾病，嚴重嘅有心絞痛同埋各種嘅致命危機。今日喺18區喺啲人稠密嘅地方面興建骨灰龕場，正就增加咗市民發病機會率。相反，沙嶺墳場附近係一個佔人禁區嘅地方，附近根本就冇任何人民居住，當然唔會對居民造成任何影響啦，因為就冇居民可以。第二係對心理造成影響，喺18區興建骨灰龕場會對市民構成心理壓力，繼而形成心理疾病。中大傳播研究中心嘅骨灰龕政策檢討民意調查顯示，超過70%受訪者認為興建骨灰龕場會對市民構成心理壓力。而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指出，不良環境會對心理造成影響，繼而形成疾病。相反，沙嶺墳場同一個完美冇人嘅地方，點會對人構成心理問題呢？最後有方同學我哋今日同我哋講話，佢哋會聯同18區各區都要興建。跟住陸總話俾我哋聽，18區究竟佢哋係選址係選喺邊度咧？今日有啲乜嘢原因18區都要起晒咧？有同學反問我，調翻轉嚟講，點樣答你嘅問題？如果今日有個呢個問題答到嘅時，今日係絕不成立嘅各位。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證通第一負面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準備好先刻計時完事宜。試咪。主席，評判有乜同學在座各位，其實都係一樣認同我哋香港需要建設呢個需要加建呢個骨灰龕場啦。佢唯一反對原因係咩啊？佢反對唔應該18區都起，應該淨係起喺沙嶺。但係我方就想問啦，沙嶺嗰度都冇居民咩？沙嶺嗰度講到話，有心理疾病又有健康問題，我想問啦，沙嶺嗰度居民點樣算咧？希望接下嚟我哋解釋清楚。
同埋剛才論證過，到底沙嶺呢個地方到底可以到底點樣可以容納到咁大量嘅一個灰龕牆咧？原來講緊話我哋可能呢度清明啊呢時節嘅時候，咁好多居民一樣都會去拜祭先人㗎，都想問到時交通流量嘅時候點樣算咧？點樣能夠運載到咁多人集中喺呢個沙嶺嘅地區咧？可能接下來我哋解釋翻清楚先啦。其實依家我哋正見到啊，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依家點解要18區都起啊？係基於個共同承擔原則。其實各位區議會嘅主席一樣都認同㗎，認同我哋18區需要共同承擔呢個起個灰龕牆嘅責任。原因係啲咩啊？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要確保公平性啊嘛。我哋唔會話特別喺任何一個地方特別擾民，唔會話特別一個地方增加你嘅一個心理陰影，唔會特別話一個地方就會啲健康問題嚴重啲咁樣嘛。正就係講啲原則咯。咁我都話好多健康問題，但係我就唔明啦。其實之前政府已經喺和合石嗰度起咗一個灰龕牆，佢嗰度咧其實佢嘅健康問題或者咁嚴重咧，其實嗰度已經設置特別用咗環保設計，能夠保持到各樓層都有個良好空氣流通。喺2至4層咧就係非咁香嘅樓層，喺嗰度咧大家就可以燒明強，咁咪正唔會影響到出邊咯，唔會話俾明強嘅嗰啲燃燒出嚟嘅啲氣體會污染到出邊嘅環境啊嘛。咁可能要睇清楚資料咧。反而我幫到嘅就係現時根本骨灰龕問題供不應求已非常嚴重，講緊人口老化，嚟緊嘅10年每年都有43000人會選擇火葬。然後咪需要骨灰龕咯，咁我論證啦，咁我為咗沙嶺起嘛，咁沙嶺如何能夠一區入邊如何能夠將成香港所有人攞出嚟之後骨灰都放晒嗰度咧？慢慢接下來我解釋翻清楚個方案到底要點樣做，點樣應付個交通流量咧？但係咁我明白嘅係，其實我哋現時我哋骨灰龕都係個社區嘅設施，我哋唔係話要窒礙嗰區嘅經濟發展，唔係話要窒礙其他社區設施為醫院建設啊。我講緊呢個都係個社區設施，應該區區都有噶嘛。我哋正就係見到一個共同承擔原則。如果18區區議會一樣認同，我哋一樣18區入邊揾到地址嘅時候，咁我麻煩接下來我答翻清楚，到底18區真正邊區係絕對能夠起到呢個骨灰龕牆啊？多謝各位。正方第1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03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1副辯出嚟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有分台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點解要喺18區嘅起晒骨灰龕牆咧？今日到底有何必要性要起咧？今日有分台嘅目的，只係用公益自私型，甚至乎去解決骨灰龕牆短缺嘅問題。但係其實今日我哋見到嘅係有分台我方同學起骨灰龕牆目的都係一樣㗎。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喺今日我方所提出嘅沙嶺墳場呢個方案入邊，我哋更加全面咁考慮去平衡市民同埋骨灰龕牆需求同埋供應嘅問題嘅時候，今日有分台係咪唔理今日我方主面所講嘅心理甚至香港未來發展嘅問題，係乜都唔理，今日純粹為面子，而喺18區全部起晒骨灰龕牆咧，就有分同正面回答。跟住有分同學咧就話我哋今日呢個沙嶺嘅方案咧就好多問題，一去問我哋究竟沙嶺咧有冇人住咧？其實我分主任講得唔清楚啦。我哋沙嶺呢個墳場咧係接近邊境禁區，邊境禁區係幾乎冇人住嘅時候，咁有分同學我哋嘅心理問題，我哋又點樣衍生出嚟咧？而有分同學就問我哋交通配套問題。其實咧，我哋喺規劃署咧有一份報，用咗800萬咧去設計一份環境評估嘅評判，當中包括咧一個交通配套嘅問題。入邊呢份報告咧就提及到話，今日政府會用到800萬咧去改善道路，甚至乎去將呢個羅湖站嘅一個港鐵站咧，仲設計一條專用嘅道路咧，就通去沙嶺墳場。當呢個方案落實咗之後，我哋仲有接駁巴士去運送公民去來回沙嶺墳場嘅時候，咁今日交通問題已經解決咗咯。3個分同學就同我哋講話呢個冇公平性嘅問題。有分同學嘅今日其實呢個有分同學今日所講嘅公平性，其實係選自於市民嘅自發程度啊嘛。既然今日市民個個都唔自發嘅時候，點我哋係要失公平性3隻字出嚟？係應該話我哋一定要盡義務，一定要有公平性，
全部18區都要起咧。相反，我哋今日我方已經講過啦，沙嶺墳場冇人嘅喎，18區市民會喺沙嶺度住啊嘛，唔會住喺邊境禁區啊嘛，咁樣沙嶺唔係咁好咩？今日有方同學咧一出到嚟就同我哋講話，我哋今日會喺沙嶺度係咧呢個公營嘅骨灰龕場咧，係因為私營骨灰龕場咧嘅價格咧就唔合理。但係有方同學，我哋今日既然要用到公營去治私營骨灰龕場嘅時候，點解我哋用一個更加全面、更加可以平衡到市民嘅需求嘅骨灰龕場咧？仲有點解我哋唔用法例去監管私營骨灰龕場呢個價格唔合理嘅情況？相反，我哋今日要起公營係解決骨灰龕不足嘅問題啊嘛。而我哋今日的確可以沙嶺平衡到市民嘅需求，平衡到骨灰龕場短缺嘅問題嘅時候，咁點解我哋唔用沙嶺嘅方案呢？今日有方同學就冇理到我方主面所提及嘅生理未來發展嘅影響。今日係咪有方同學都間接承認咗，的確會有呢啲影響呢？有方同學係咪今日為明知有影響都喺沙嶺度嚟呢？相反，今日沙嶺了無人煙，喺香港邊境禁區，所有影響都冇嘅時候喎，咁點解我哋今日唔喺沙嶺墳場嗰度起呢？今日有方同學咧就問我哋咧就咩18區有邊度唔起得？咁我想問翻其實咧就同一啲sorry， 根據咧地政總署同埋食物環境衞生局提供嘅土地咧，今次鑽石山嘅靈灰安置所係擴建3年富山靈灰安置所又話擴建嘅時候，今日便提到咧擴建骨灰龕場咧，唔增設有骨灰龕場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一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10秒，無過時無需扣分。重申一次，今日嘅比賽將會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可使用外語。辯論隊員不得作人身攻擊或粗言穢語。若出現此情況，主席將有權終止該辯論員發言。而家有請正方第2負面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示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其實有方同學嚟到呢度，不禁發現有方同學主辯到一副有幾個謬誤。我就送3個筆俾有方同學啦。有方同學第一個筆，有方同學不清不楚。有方同學多次強調沙嶺例子，但係有方同學連一個支持嘅數據都冇同我哋提出嘅時候，到底呢個沙嶺究竟係咪可以可唔可以負擔呢個龐大嘅交通流量呢？再者，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到話啦，係可以喺沙嶺起可以起50萬個嘅滿足需要咯。但係我哋有方同學一樣同我哋講到話會影響市民嘅身心健康。沙嶺冇人咩？有方同學一樣都係影響市民嘅身心健康。再者，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到話咧，喺18區興建可以好容易咧會滋擾到市民㗎。但係咧，其實我哋可以參考翻和合石骨灰龕大樓嘅例子，佢嗰個大樓係採用咗環保嘅設計，保持個樓層有好嘅空氣流通。喺第2至第4層被列為非香燭煙層，市民必須喺指定嘅地點燃燒香燭，而政府亦都會設立綠化帶，有靈活嘅設計，改善骨灰龕嘅外觀佈局，解除居民嘅疑慮不安。統一嘅骨灰龕大樓可以集中避免影響他人啊嘛。我唔明有方同學多次提出嘅擾民究竟喺邊度見到啦？第二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好不負責任，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抱住一個國家自掃門前雪嘅心態，就連食物及環境衞生局局長呢個高永文都表示，18區都有責任興建骨灰龕場。再者而家政府已經喺港府18區規定24幅土地增建骨灰龕，例如連中西區呢個咁經濟靈活嘅地方都已經有呢個超遠墳場嚟興建骨灰龕設施。反之咧，我想問有方同學，你話每區都唔適合，咁我哋想問將來40幾萬嘅需要，有方同學係咪真係要正喺呢個沙嶺地先至係合適咧？第3，有方同學視而不見，其實有方同學咧，不如有冇睇過報紙？近日沙田寶福生意港紙10幾萬可以做啲乜嘅廣告登堂為題，強調本港嘅骨灰龕位每年買少見少，更有炒賣嘅情況，公輪候時間長，私營價格貴。因此，我哋今日建造足夠嘅骨灰龕位係
似喺油尖旺區啊，每區都有就好似街道道院同埋廟宇都有唔同嘅光福音空間。我哋正我方倡議嘅方案就利用一啲廢棄嘅工廈做處理光福。最後，我想問有關同學，如果我再問有關同學一次啦，如果今日要反對辯題，麻煩有關我哋印證18區邊度起唔到啦，各位。正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如果有請反方第二副辯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準備好即刻計時完字典。試咪。究竟今日點解要喺18區都起個福音場呢？其實有方正主一出到嚟咧講得好清楚，係因為人有責，係因為喺18區興建個福音場都會對市民造成負擔。但係有方同學咧就自打嘴巴啦，佢哋話我哋啲心理問題都可以去化解㗎。咁究竟化解完之後，今日18區個責任個負面影響去咗邊呢？咁去咗邊之後，咁今日係咪真係有必要喺18區嗰度都興建個福音場呢？嗱，第二啦，其實有方同學咧一直針住我方打嘅論點咧，就係話今日咧我哋係要滿足市民嘅需求啦，滿足金高分米嘅供應。但係我方主辯到一步咧已經好清晰咁樣講過，今日我哋喺沙嶺興建個福音場係有50個英超嘅足球場咁大，足係可以容納到50萬個福音位。但係有方嘅方案咧，原來就係得滿足到20萬個福音位，提供到20萬個福音位需求。咁請問有方同學喺數量比較之下，邊個方案比邊個方案好咧？嗱，有方同學咧個方案咧亦都好有問題㗎。有方同學咧一直係話用政府嘅方案，一直偷換概念。咁其實咧有方個方案咧喺鑽石山喺黃大仙區裏邊咧，鑽石山靈灰安置所咧原來係擴建嘅啫。原來咧距離張永慶中學咧就係得100米。咁樣擾唔擾民啊？擾民。咁樣請問擴建係咪今日辯題裏邊所講嘅真切咧？唔係，有方同學偷換概念。嗱，喺沙田區裏邊咧，富山靈灰安置所又係擴建。咁今日我哋係增設嗰個唯一嘅增設嗰個場咧，有方同學又唔講清楚㗎。嗱，有方同學咧今日嘅選址問題咧好大問題。佢哋原來咧我哋喺東區裏邊咧，柴灣嘅華人永遠墳場對面咧係距離粵翠園100米嘅啫。有方同學咧今日係咪擾民啊？今日係擾民啊，對你心理影響係咪唔使理啊？有方同學係咪咁嘅邏輯係咪唔使理市民生理同心理影響啊？另外，我哋見到黃大仙啊，鑽石山靈灰安置所又係擴建，有方同學偷換概念，使唔使偷換得咁嚴重咧？嗱，相反啦，今日有方同學咧問我哋個方案啦，問我哋嘅方案咧係交通問題點樣解決？問我哋咧點樣交通問題點樣解決？但我方一副咧已經講過，有方同學咧又再問多次。其實我哋啊係會接駁港鐵嘅羅湖站，去一齊接駁港鐵羅湖站解決舒緩交通嘅問題，同時設雙程巴士。咁有方同學，我哋咪解決咗依家交通嘅問題咯。相反有方同學，18區有冇舒緩到呢個交通問題啊？有方冇做到喎。咁今日我哋係邊個方案好啲啊？比較之下，我方有滿足交通問題，我方有係唔會影響心理同埋生理健康。咁今日邊個方案好啲咧？咁其實咧，我方亦都唔係話想滋擾市民啊，唔係想話市民喺18區嗰度咧唔方便啊。咁其實咁樣做係冇乜好處㗎。但係咧，我方啊就見到喺沙嶺墳場嗰度咧有足夠嘅福音位去滿足市民嘅需求，咁何樂而不為咧？咁請大家睇一睇翻18區油尖旺區、中環區我哋市民嘅笑容，睇翻我哋市民，睇翻我哋市民繁榮嘅景緻，再睇一睇沙嶺今次嘅地段，睇下嗰度邊個先適合起嗰個福音場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我喺度重申一次，台上面員不得與任何台下觀眾或台下面員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而家即將進行台下發問環、台下答環節，而家宣讀台下問答規則同埋程序。台下發問員須為對賽代唔知辯員，否則每次違例發問，該題得分將作廢。答題方可得該題之滿分。
首先由正方其中一位台下議員向反方台上議員發問，然後由反方台上議員作答，再由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議員發問，然後由正方派台上議員作答，如此類推。每方各有3次發問及作答機會，為每名台下及台上議員均不能發問多於1題及作答多於1題。如某方台下議員不足，不可重複發問。每位台下議員有1分鐘時間發問，被問一方有1分鐘時間及準備及1分鐘時間回應對方問題。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一下，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台上議員須立即停止其發言，否則評判有權對該辯論隊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位台下議員。而家有請正方第一位台下辯論員發問問題，你1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係計時指示，示威。在座各位，因為有方就話啦，你18區會起公營工場會對附近居民造成呢個負面嘅影響。但今日我哋見到香港每18區每區都有呢個私營嘅骨灰龕場，例如話赤柱嘅監獄墳場，又或者鑽石山嘅新九龍8號墳場。咁而家我哋係咪為咗令到呢啲負面影響消失，就要將所有呢啲龕場全部拆晒呢？多謝各位。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議員作答。準備好請係計時指示。有方同學咧，頭先就問我哋今日私營骨灰龕場帶嚟嗰啲心理影響有點解決啦？咁係咪真係有方同學都承認咗今日市內嘅骨灰龕場會對市民有心理或者生理嘅影響咧？而我哋今日要喺18區度起，再增設呢個骨灰龕場嘅時候，變相係真係增加住我哋心理對市民心理同心理嘅影響咯，係咪啊？有方同學，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今日可唔可以請有方同學出到嚟同我哋比較啊？今日18區同沙嶺墳場兩者科學嘅利弊咧？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議員發問問題，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係計時指示。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各位大家好。有分同學咧，今日一個好大嘅論點就係我哋講話區區都有責任，佢哋要共同承擔一個社會嘅責任，所以咧就要去興建公營嘅骨灰龕場啦。但係我方就唔明白啦，一個究竟係一個乜嘢嘅責任咧？嗱，舉個例子啦，學生要勤奮讀書，呢個係學生人人都有嘅責任。我哋要保持香港環境清潔，呢個係香港市民人人都有嘅責任。呢啲大家可以理解到，但我方就唔明白，區區都增設公營骨灰龕場，一個係乜嘢嘅責任咧？煩請有方主辯陣間出嚟解釋啱清楚啦，多謝各位。而家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
1分鐘嘅準備時間結束，請聖方派出台上面連進啦。準備好。試咪。主席、評判有分來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究竟有分同想了解嘅呢個係咩責任？我講過俾你聽啦。今日原來我哋見到真前任特首曾蔭權甚至18區區議會主席都同我哋講呢個係一個社會共同承擔嘅責任。由於呢個係厭惡性設施，所以唔可以係單一區就可以去承受應該承體全體嘅市民承受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嘅民調都話，有70%市民都贊成興建骨灰係應該係18區共同承擔嘅責任反之，今日有冇任何數據同我哋講呢？今日呢個興建科唔係18區嘅責任再者啦，今日有提出嘅方案講得好理想㗎，講到話可以應付到50萬人嘅流次但我哋唔明啦，原來呢可能呢個骨灰龕位有幾個人一齊拜祭，可能當一個4個家庭計算，有200萬人嘅流次嘅時候，有冇同學如何可以做到完全解決到現場咁多人多臭位？而家請聖方派出一位台下邊議員發問問題，你有1分鐘嘅時間，最好請佢舉前致意。有方同學，你口聲咧就話沙嶺係冇人㗎，但係我哋好請佢舉前致意。我可以。有方同學，你口聲話沙嶺冇人，但係我哋喺統計處嘅文件入面就揾到原來成個禁區仲有13000人喺入面居住緊㗎。事實上其實香港所有嘅地方都有人㗎，睇多定少嘅啫。但係有方同學話香煙其實對人有害喎，但係原來唔通有方同學依家就同我講話住沙嶺嗰啲人就唔使理嘅咁呢啲係咪要自相矛盾呢？唔該有方同學自己解釋翻清楚多謝各位。而家下翻嚟1分鐘嘅準備時間。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台上邊協助啦。準備好，請你哋示咪。在座各位，今日我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已經承認咗我哋起骨灰龕場係會擾民，會構成一啲問題㗎。第二，咁今日我問所謂係邊境禁區裏邊有13000人，其實佢哋呢13000人係住喺沙頭角，而唔係喺沙嶺，都根本兩個地方嚟。今日我問呢個問題嘅時候，背景資料已經有錯誤啦。再講啦，今日有方同學原來佢哋嘅方案更加之近，有佢哋提出嚟嘅方案有啲骨灰龕位喺市中心，有啲距離民居之後短300米，甚至係100米嘅距離。有方同學係咪認為自己嘅方案比我哋更加差呢？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面議員。示咪。
判有分同學在座位，大家好啊！有方一副咧就曾經提過，全港18區起晒不分場係基於一個公平嘅原則。但係有分同學唔好唔記得喎，18區入邊嘅離島區入邊有包括200幾個大小嘅島嶼，既有同學嘅所講公平嘅原則啊，係咪要喺呢200幾個大小嘅島嶼先起晒不分場先叫公平咧？我快請有方嘅主辯同我哋解釋下，不在位。而家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每名台下及台上邊員均不能發問多於1題或作答多於1題。1分鐘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台上邊員作答。示範，主席評判有個同學在座各位，嗰同學話咧200幾個島嶼，佢話200幾個島嶼全部承擔責任啊，梗係唔係啦？嗰度嘅辯係講緊18區嘅責任啊嘛，嗰度連辯係冇睇清楚，嗰個就同我哋辯論。嗰個今日我講緊話區議會嘅主席贊成，市民贊成，曾蔭權都話18區每一區都要承擔呢個起骨灰嘅責任，點解唯獨係有個同學唔贊成咧？咁方同學話：喂，原來咧我哋呢個沙頭角居民用沙梨嗰度嘅禁區咧，原來只係爭100米咁就冇事啦。咁我唔係100，咁我所講嘅一啲心理影響，點解嗰100米就同咗冇事咧？點解我方講到話咁多健康問題，原來佢離咗100米咧就等於冇事咧？咁係咪我方只要揾一啲偏僻少少喺18區入邊啲偏僻少少地區起，咁就代表嗰個辯題可以喺18區入邊咧？麻煩嗰個接盤我解釋翻清楚，多謝各位。而家有請正方派出最後一位台下邊議員發問。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各位大家好。其實香港現時有好多大細唔同嘅私營音場，按照有分同嘅邏輯，對市民嘅心理都有影響。究竟今日分同學拆定唔拆咧？拆嘅話點樣安置咧？多謝各位。而家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1分鐘嘅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台上邊員作答。首先好多謝有方同學所提出嘅問題先啦，但係有方同學投票
問題咧，似乎咧又有啲問題咯喎。今日我哋討論18區係增設骨灰龕場，但有方同學點樣咧話要拆咗啲骨灰龕場。今日我哋如果喺18區增設骨灰龕場嘅話，係加劇咗市民嘅負擔；有方同學如果係拆咗嘅話，係減輕咗市民嘅負擔，兩種唔同概念。但係相反，有方同學咧你依然未回答我哋偷換概念嘅問題。黃大仙區裏邊咧轉晒山靈灰安置所咧係擴建，有方同學有冇選址代替黃大仙區咧？跟住我哋仲見到原來係離島區裏邊嘅梅窩勵志院又係擴建，唔係增設我哋嘅骨灰龕場。有方同學又有冇其他反建議代替呢啲地區咧？多謝各位。而家有請法官派出最後一位台下辯員發問。是咪？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關同學不斷提出和合石嘅例子，話有環保嘅設計可以減少對市民嘅影響，但係我方發現沙嶺墳場可以提供50萬個骨灰龕位，但有關主編已經講過，18區只可以提供12萬個龕位。今日沙嶺都可以利用環保嘅設計達到有關同學所諗嘅效果，而且骨灰龕嘅數量比18區多4倍幾，可以滿足食環署所指嘅未來20年嘅需求。有關同學究竟仲執着啲咩呢？我想請有方嘅辯護回答我嘅問題。1分鐘嘅準備時間。1分鐘嘅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台上辯員回答。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有方同學嘅提問，但其實有方同學今日連資料都未同我哋睇清楚。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到話咧，我哋喺18區興建咧，加埋起埋得20幾萬。我好想問有方同學呢個數據係邊度嚟啦？但係反之我哋睇翻數據，喺18區加埋興建嘅係有40幾萬。我哋18區有屯門有沙嶺，有方同學所講嘅沙嶺已經係計劃裏面嘅20萬，屯門有10萬，已經30萬啦。有方同學你呢度嘅20幾萬咧，有方同學冇同我哋講咗資料係邊度出啦。第二嘅有方同學成日同我哋講到話咧，喺沙嶺嘅好啊，喺沙嶺嘅就滿足到市民嘅需要，但係有方同學一直都冇同我哋講交通流量到底點配置。一個家庭當佢有4個嘅屋企人，喺每逢春秋二祭嘅時候，50萬有4個嘅屋企人嘅時候，就有200萬嘅屋企人去拜祭先人。而家即將進入自由辯論環節。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1名辯員發言，之後由反方1名辯員發言，雙方輪流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坐低，
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每方均有2分半鐘發言時間。喺總時限內，各隊隊員嘅發言次數用時不限。如果一方嘅時間已經用完，另一方可放棄發言，亦可能夠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不影響計分。當一方隊伍已用完其發言時間，主席不會告知另一方隊伍所剩餘嘅時間。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講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雙方辯員對賽規有冇問題？可以。試咪。如果冇問題嘅話，自由辯論環節即將開始。請由正方開始發言。有位同學今日咧，佢嘅沙梨農場幫我起到12萬個骨灰龕位，但一樣唔能夠應付未來10年需求。點解18區唔需要起咧？有方同學根據香港規劃署嘅研究指出啦，沙梨農場可以起50萬個骨灰位。相反，有方同學轉變咧，一開始同我哋講過，話你18區起晒都係得20萬個骨灰位。有方依家市場有40萬個骨灰位需求，請問有方同學點樣解決？各位原來我哋發現咧，有方同學所提出嘅方案咧，政府都批埋喺呢個18區興建骨灰龕場嘅規劃入邊㗎，所以我哋今日咪同有方同學一齊起咯，增加香園裏面仲好咧，有咩問題啊？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今日我哋個計劃已經有能夠滿足需求嘅時候，使乜仲要18區一齊起咧？相反，我想問翻你哋起公營骨灰龕場嘅目的係乜嘢？有方同學滿足到幾多年嘅需求咧？有方同學仲未回答我問題，你哋目的係乜嘢？可能有方同學都係答我問題啦。我方目的係咩啊？我方目的咪就係要滿足需求咯。有方同學今日喺沙嶺墳場滿足唔到需求咩？滿足到，但係可以隨滿足到幾多年啦？始終有一日都會用晒㗎嘛。有方同學係咪起完之後唔理咧？有方同學依家骨灰位係有租借期限20年嘅，如果冇人再繼續租借嘅話，係會擺喺收藏所以及灑喺紀念花園。有方同學今日依家骨灰位正係夠供應嘅，起完沙嶺之後。好啦，我講唔呢個供應量就講唔過去啦。咁我想問你啦，咁18區其實我哋依家呢樣有私營或者公營骨灰龕㗎啦。咁我都咁答問題，係咪全部鏟晒佢咧？有方同學我全部鏟晒佢，咁有方同學我全部鏟晒佢之後，有方係咪正立到喺18區都要增設公營骨灰龕場咧？有方條問題咧根本上同辯題無關。咁我唔敢答，因為咩啊？因為其實有一樣認同我哋其實造成影響未必係咁大，一樣其實增設未必能夠造成咁大影響嘅時候，點解方同學唔去增設咧？反問翻有方同學，今日方同學話我哋區區都有責任去起骨灰龕場，但係有方同學啱喺台下問答嘅環節冇解釋清楚，到底呢個責任係乜嘢責任咧？咁我咪正就係共同承擔醫護性工程嘅共同承擔，市民支持、新入民支持、18區區議會支持，點解有方同學唔支持咧？有方同學，我哋今日見到我哋嘅市民根本就唔需要負責任，今日我哋沙嶺度起得到點解？有方同學睇到夾硬塞個責任俾18區去承擔咧？我係咩咧？方案就係話將整個沙嶺荒廢咗佢，起晒墳場，市民冇責任，對咗區議會再冇責任。但其實我哋今日見到咧，我哋有一個方案完善嘅方案係唔使任何市民承擔責任，但有方同學咧唔理我哋個方案。好啦，我依家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啦。有方同學我喺台下問咗好多次，你哋偷換概念話擴建等於增設個問題點樣承擔？方同學咁我就唔明啦，你方不斷話我哋就問我哋點解要18區共同承擔？咁我想問翻有方同學，憑乜嘢叫1區人去承擔晒全港嘅需要？有方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個區根本上冇人啦。有方同學請回答咗我先啦。你鑽石山靈灰安置所擴建啊，唔係增設。有方同學點樣承擔？有方同學喺北區邊度冇人？有方你講緊乜嘢？我哋咪講緊話，依家北區根本就係冇人，北區根本就係有人㗎嘛，唔係就係講緊沙嶺啊，沙嶺嘅包括埋成喺北區入邊㗎，北區居民咪唔需要你啊？有方同學你解答我嘅問題先啦，黃大仙靈灰安置所係擴建唔係增設，有方同學點樣解決啊？方同學唔敢答，原因係咩啊？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一樣都影響北區居民咧，係咪咧？有方同學唔敢答，今日偷換咗4個概念，係話擴建4笪地方都係擴建，但係有方同學今日咧完全唔回應啊！今日個擴建嗰個方場係咪代表增設嗰個方場咧？係啊，今日有方同學唔敢答，辯題唔
我方有咁多笪地，有23幅地係做選址可以俾你增設骨灰龕場，你邊度見唔到嚟增設咧？有方同你哋黃大仙區裏邊鑽石山靈居安置所係擴建，唔係增設骨灰龕場。我哋見到葵青、見到北區、見到東區都可以有地已經選址可以增設骨灰龕，你邊度見唔到咧？有方同你請你提出所有選址。哇！我點解要我幫其實所有選址？我舉咗咁多例子，不如我幫我講翻啦。到底我哋沙嶺場係咪影響到北區居民咧？有方同你話全部增設，原來依家黃大仙區咧，原來唔係增設，即係擴建嘅啫，係仲要係如果係增設嘅話，係增設骨灰龕位。有方同唔敢答，因為辯題點樣成立咧？好啦，我再問有方同人人有責個責字啊，究竟係乜嘢責？個責字咪就係我哋點解有個義務性情唔可以一區承擔啊？如果我話俾我知有咩嘢嘅人權威去支持你咧？正方已用盡佢嘅發言時間，反方可以選擇用埋佢剩餘嘅時間。請問有？主席，反方同我問你方可以發言。唔係。今日有方同學咧擴建問題唔敢答，今日有方同學咧義務問題。之後辯論環節完畢，而家將會有2分鐘時間給予雙方辯論準備。2分鐘嘅準備時間結束，請私人還方結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適合計時嘅事件。時間1時半，地點天水圍官立中學。在座各位要説明一場比賽嘅詳情，可以用咁嘅方式，但係咁嘅方法又係咪好呢？定係今日我哋由天主教國德聖中學喺食完午飯之後，向天水圍官立中學打咗一場辯論比賽，個感覺係咪好啲呢？解決問題嘅方法其實有好多，今日雙方嘅出發點係接近嘅，大家都想解決骨灰龕需求大、坑位又少嘅問題，但係今日大家所提出嘅方案卻截然不同。究竟響18區增設骨灰龕場，同埋喺邊境禁區嘅嗰個超大型嘅骨灰龕場，邊個會好啲呢？要得到呢個問題嘅答案，我哋就需要將兩者進行比較。原來兩個方案只有2個唔同嘅地方，分別就係起嘅地方同埋起嘅數量。今日有位同學話要喺18區區都起，問題係咪真係有咁嘅必要呢？今日有個同學話想解決問題，我哋睇到嘅係18區區受罪，唔想一啲業務性嘅設施起喺自己隔離，其實都好合理，都好平常。
常啦。但係今日好多同學因為一句人人有責，於是全個香港推香高多咗個骨灰龕場啦。咪住先，今日有個同學所謂嘅責任其實係乜嘢咧？原來呢個所謂嘅責任啊，係骨灰龕位供應不足嘅責任喎，因為唔夠係人都要用，所以推都要起咯。看似好合理啊，但係原來有個同學嘅前設又錯咗少少啦。因為呢一個責任存在住兩個好大嘅前提，第一就係骨龕位嘅供應不足，第二就係冇其他地方俾我哋去起，我哋只可以揀18區。前者梗係冇錯啦，但係後者咧，原來而家我哋除咗18區以外，仲係有其他地方俾我哋用嚟起骨灰龕場㗎，就係沙嶺啦。今日我都已經講過，沙嶺有足足50個標準足球場俾我哋用嚟起骨灰龕場喎。點解有個同學仲會話，因為區區都有責任去起骨灰龕場咧？然後啦，今日雙方方案另一個唔同之處就係數量啦。嗱，今日有個同學講到明18區各增設骨灰龕場，即係香港至少都會多咗18個場啦。但係有個同學你呃人，今日有個同學做緊嘅係擴建而唔係增設。正如我剛喺自由辯論環節嘅時候已經提及過，原來有個同學而家覺得喺鑽石山靈灰安置所裏面放多幾個骨龕位就叫做增設咗個骨灰龕場㗎啦。呢個係咪長嚟嘅咧？有個同學嘅邏輯又係咪咁嘅咧？然後今日有個同學正拿唔到辯題，於是就不斷話我哋喺沙嶺起有好多問題。點解咧？因為有交通問題啊，又話嗰度有人啦。第一，我哋熟悉嘅係嗰度就係冇人㗎，因為係邊境禁區，最近嘅人都喺沙頭角，有成3.5公里以外，根本就睇唔到個龕場。另外啦，就係其實有個同學咁講，根本就冇辦法令辯題成立嘅。舉個比喻，今日辯題係我應該食蘋果，而反方就覺得食提子好啲喎，我唔可以兩樣，但係而且我唔可以兩樣都食，所以就反對辯題啦。但今日我方做咗啲咩咧？不斷咁話食提子好差，點樣唔好，點樣唔好，但咁樣等於我哋就應該食蘋果咧。而事實上我哋見到今日係我哋根本唔需要兩個起晒，我哋冇咁嘅必要啊嘛。但係而我哋應該做嘅係比較兩者，但有方冇講。在座各位上幫人有咩錯咧？一個渺小嘅心願，有邊個可以否定咧？有個同學佢係冇錯，但係我哋少少市民少少嘅心願咧，佢哋健康咧，佢哋嘅心理係咪一個人人有責就可以扼殺咧？既然係咁，我哋應該做嘅唔係揀出更加好嘅方法，將場比賽做得更加精彩，將幫人嘅效果提升到更高咩？多謝各位。反方見面發言時間為3分4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見面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請準備好先去計時字。試咪，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套戲叫做《落葉歸根》呢？故事講述兩個中國工人離鄉別井、南下打工嘅故事。其中有一個因為不幸地客死異鄉，佢嘅友人就不惜千里迢迢，都要長途跋涉，都要將佢屍首由深圳運返重慶，為嘅就可以好好喺自己嘅家鄉、自己嘅出生地好好安葬。在座各位，其實今日有班同學都一樣。其實今日有班同學同大家嘅方向都一樣，都係想喺自己嘅出生地一齊安葬。但係我就唔明啦。其實有班同學由主面出嚟，已經承認咗政府係有責任係要幫手嘅。咁點解有班同學仲要不斷問我哋責任何在呢？責任政府由我哋出生開始都已經提供咗個責任，由醫療、由教育、由住屋，佢基本嘅服務都為我哋提供咗基本嘅生活質素去照顧市民。而今日其實有班同學同學哥都係要幫手，但只不過大家實行嘅方法有所不同。有班同學就話要去沙嶺起，有班就唔明啦。點解我哋今日講呢嘅係共同承擔？有班同學憑乜嘢要一個區去承擔晒全港嘅責任呢？再者，有班同學就不斷質問我哋黃大仙擴建增設，仲話我方偷換概念，究竟今日偷換概念嘅係我方定係有方同學呢？我方嘅黃大仙選址係要喺現時嘅安置所側邊再新設一座大樓，去擴建骨灰龕位，唔通呢一個唔係增設咩？今
今日交換概念嘅究竟係友邦同學定係我邦同學呢？第二啦，亦都就話要不拘一個區別，要食晒所有嘅市民嘅需要。但係如果按照友邦嘅邏輯，咁唔通一個區食晒所有嘅空位，就唔會令到北區嘅市民有厭惡、會不安嘅咩？嗰方嘅方案反之，就建議骨灰龕大樓可以設喺人煙稠密嘅社區，只要我哋設計妥善，參考黃石骨灰龕大樓。然後再參考外國適當咁綠化骨灰龕嘅大樓，改善佈局外觀，不但可以釋除居民嘅疑慮不安，另外預留骨灰位俾區內市民優先編配，亦都可以支持建設。在座各位，今日有幫同學講咗成場，其實到而家我哋主編都講過，依家嘅私營龕位要90萬咁貴，喺依家咁貴嘅時候，當然係政府係要有責任，都要幫手去幫助市民啦。生養死葬從來都係中國人傳統嘅觀念，政府今日嘅幫忙由出生開始都要幫到死亡。咁點解今日喺偏偏最後一步，當我哋行到人生嘅終點，面對死亡嘅時候，有方同學就要我方，就要政府對有方，對所有人，對香港，對全港嘅市民都望不聞不問呢？公營再者，其實依家我哋見得到啦，其實供應係非常之不足㗎。每年香港都會死4萬人，而每年嘅只可以提供嘅重用嘅骨灰龕位就只有300個。我哋見得到再見得到未來喺政府預計人口老化嘅時候，問題將會日趨嚴重。大家試想下，如果今日喺各區我哋可以有在自己嘅骨灰龕大樓，以後拜祭唔使長途跋涉之餘，更加可以體現到香港人團結嘅精神，共同承擔就係我哋一直所提倡嘅。平衡各再者，我哋可以喺18區興建唔同嘅骨灰龕大樓，唔同嘅需要，可以有效咁幫助解決供應不足而引起嘅問題。最後想問一個問題：人離世，塵歸塵，土歸土，落葉終係要歸根。今日有班同學長天解決呢個問題，唔通要我哋不得善終咩？多謝各位。對方發言時間為4分零6秒，無過是無需扣分。